我人做本身。这叫怎么可以？你们这些怎么可以？叫先生当不住啊。真嘅。一年冇耐哦，冇耐啊！而且我老公要當佢飲酒。秘密武器吗？秘密武器尬吗？下类吗？下去下类啊！尬嘞！喂，把它表姐姐姐，他真的是家里还有。夸张哎！跟大家抬杠不同呀，你的座右铭。必须暗自努力，才能在人前显得轻松如意。我这样 Q 你，有可以多分到一个吗？Q 来，一定要给他，一定要给他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那就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中白強。今天剛翻一來到台中豐原亞島畢業，你知道我為什麼開心嗎？什麼概念？因為台中跟豐原亞島畢業客家人比較少，所以可以找到這些客家夥伴，讓我覺得動聽。海底撈針，而且今天呢來參加你，我都認識。哎呦，已經這麼少了，你還都認識？哎，都認識，真的，基本上客家人就都我的朋友。那這樣子分數就難評了哈。不會，哎，還沒介紹，還沒介紹。來分享到裡面評審欣賞，先來分享到秦佑峰秦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嘅朋友阿峰咧。我以為我講錯了。哇，那個小改之後，你也沒有主題好了哈。主題好了。好，手上方向，陸準備，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阿鵬嘅朋友陸師傅。難兄難弟的用法，破地重圓，有，總算合體了。大家呢首咧喺度豐原亞島畢業鄉風龍望嘅呀嘅慈濟上風廟。到呢一片哦，到呢一間廟，其中有幾拜係城隍爺啊，譬如講有觀世音啊、財神爺，還有白公。我唔錯，鼓上你響鋪動風，等下尾有祝福所有比賽員就得有好成績咯。稍等下來呢，來分享到藝鳳區嘅係兩支鼓手，分享到嘅係牛涵子、劉劍竹子。大家好，哎呦，我的好朋友。你呢邊看到蛇模一個來賓哦，佢跳那麼比較漢好人道嘅。帥。好，然後分享到係男士嘅，記得係阿姑兒咯出五哦。戰友 K 咯攞日出，大家好。哇，手牽手，我們一起走。有沒有看到其實衫全部做嘅係共用嘅衫褲？哎，對呢，馬該風色呢？馬該沙旗佬，睇下各位哈。黃色，往下設計。黃沙旗哦，我跟他們呢就是舊識啊。今天四位呢都是我321出節目嘅我見嘅時間有讀到嘅。嚟他家好好燒雞，係豐原亞島邊有嗎？好高好料，好食的。有糕餅啊，還有那個廟東啊，還有沒？哎，廟東夜市，哎，那個菱角酥，哦，菱角酥，嘿，還有東風綠壽走廊，那是全台灣省最長的綠壽走廊，騎腳踏車，騎鐵馬很地方，哎，對，國定假日的時啊，你講騎鐵馬。那人多到個鐵馬用砍的，真的很多人就對了。真的，看你講到亞島畢業，他的臉上就是露出來說，對，愛豐原，愛表凹。對，我豐原我驕傲，觀光大使就出現嘞。啊，問一下冷水吼，其實吼豐原吼，我在講就是阿姐剛才講了，還有什麼？比如講凍河糕、凍河料嘅蔬菜嗎？凍河糕哦，俺這個就是我們的古蹟萬賢居。哦，聽說它是歷史凍久久誒，凍久，對，是從哪一個朝代留下來誒？好久了，清朝是有誒哦。我去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萬選君啊，送俾有一翕過，嚟島邊都豐原亞島邊做的還有像那種客家嘅木嘅東西誒，佢頭擺因為要抵抗外敵，故所以抗到巷弄地度，而且慢呢，當前咪都。我馬緊圈地呢，真的。啊，今年會煮馬嘅凍先啲嘛？你可能可以係。好，來到豐原節聽我說嘅東西就係哇，六足筍乾，六足筍乾啊，凍香呢，你哋是皮頭呢？好棒！而且皮頭兩米頭嘅臀還有藍水，上面已經有塞到有結晶了，有，厲害。兩個呢？正統嘅客家米酒也嘅哈，客家嘢米頭，嚟分享到兩個做兩個六足筍乾嘅熬熱，係種主豐原太子分享。哇！你的台灣那比我還好看。大家好，哇，你好。你有一點杭州 say 哦。
有很有。上一条冲人家贵妇平庸哎，而且你今天是配合绿竹笋的造型，哎呦溜也溜穿着绿竹笋的衣服，咁就搶，又强又强。所以建议下呀，特別綠竹筍，老一般的竹筍洗出來筍乾有嘛無重用？人家笋乾吼，唔是種醬的，醬的攏土好來煮，按浸上過的啦、洗機的啦，各款就洗就是拿來的。洗，係，各款就拿來洗。用的做得洗出暗香的竹筍乾。按筍就切好吼，按就然後烚2點鐘。我先烚，先烚，烚好外吼，皮綠竹筍皮塊別爛，按冷好了吼，就那滷鹽滷的吼，按裝一個竹籠用地下裝香蕉葉，摸香蕉葉皮香蕉葉喎，係香蕉葉按計順就倒落去，按免上鐵熬落去，按塞條扎緊啊呢。哦，翕3日上拿好我洗，洗衝按呢，冇洗鐵棗這邊硬，冇切。我洗幾久誒？快熱條啦，快熱條，嘿，熱條那忙就如果像这样子，真的快热到受不了嘞。 1天半，這可以吃嗎？這樣做的比較那你都會凍吃的什麼？好憨哦，會凍。兩絲絲的。哦，那我請他吃。好，這很鹹哦，真鹹的啊！哎，哎呦，這很鹹，這而且有鹽呢。塞蔥啊！啊哈，還蔥我陪他，我陪他，我也想吃吃看。真的很鹹哦，那個做好高哦。一做在放涼不係啊，唔會快踢啦。係不快踢。是吧？冇啦，俾人解。我是唔得當鹹嘛。今天的鈉攝取量已經夠了。那我們可不可以配一點下面好吃的東西？對，可以嗎？太鹹了吧！趕快配東西。你聽我講，你聽我講。你要乜㗎？五色香筍乾，五色香筍乾哦。像這個富中ham改的筍乾哈，怎麼把它弄成像這樣子，就清清淡淡哎？愛成浸冷水，唔好浸小水哦。浸過陣啦吼，我個12點鐘，按了吼，個浸冷水，按你就是得嘞。哦，係。好什麼？好吃嘛？好吃的。好，今日呢，第一關就那樣暗香嘅綠竹筍乾來變化料理來挑戰咯，誰來進行比賽？不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大家當期待來做下嘅筍乾嘅變化，風吹帶來菜色係乜雞？筍乾哈姆，耶！哈姆，嘿，哈姆，他哈姆他唔太郎那個是不是？火腿，哦，再有火腿，我見識學淺啊！哦，探看一下，咱隨今我哋做嘅料理係筍乾炒肉絲。哦，炒肉絲。也是很棒哦，大家呢做起嚟來發比好冇？好，有信心冇？有，黃莎莎琪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所以來進行挑戰，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嘍！啊，哎，這個筍子好像都要配肉哈。你們是煮葷的，你煮雜哎。好，我們是用素火腿。那個素火腿，那超好吃。來看一下，來看一下。是這一塊嗎？對呀，你有看過嗎？做嘛煮雜的呀？嘿，煮雜，因為兩人較提倡講誒，較吃到較健康啦。哦，可以放多一點素火腿啊，那好好吃哦。你想吃素火腿好熟呀？菇兒係嘛？有就用香菇啊，豆腐啊，豆腐類豆製品啊。除了呢哈姆哈，你都很準備買個東西啊，很凍凍，那個是沙茶醬係嗎？嘿，沙茶醬，仔嘛哈。嘿，是仔少。你食仔哦？麻毛啦。麻毛。嘿。啊，用個太極都會做啥？佢哋都會天數煮菜嘛？冇煮。係啊。那冇煮啊，西蘭人都唔是這樣食的。哦，你看你們西蘭人都要我們等什麼人煮本身？這叫怎麼可以？你們這些怎麼可以？哎呀，筍乾係自家曬的嗎？嘿，自家曬。我看一下。好。靈魂在這哦。嘿。pecan，你還有水果類啦。你水果誒，不過不會像剛才那樣子的。條身應該那麼重。那換你吃。這個可以吃嘛？對不對？哎呀，可以啦，可以吃。唔係你唔係慳你啦。那個燙不燙沒？恢復正常。看過了，正常。
跟住要計濕過啦。潘能不你？我们待会回来吧。好加油加油哦！好，开始炒啦。哦，哎，记得喊皮了吼，那就开始炒嘞。有香的哈。有哦，我们是闻香下马路耶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就是一个动体片嘅动机嚟嘛。干嘛噶？干杯吗？干贝，拿了秘密武器，干贝酱啊，做啲講咧，干贝酱。假使冇講哦，灌重片就吼用人為第一開買東西。SO 酱，纯干贝酱。哦，他有學到你們兩個的精髓。怎么了？这恰周位吗？不会吧？不是，咩啊？你辣的吧 XO？的嗎？可以干可以，贝酱，有辣。你干嘛噶？那只要配色的，配色。哎，顺哥顺哥，用下那一啊，你這個筍乾呢？他們是順乾气感周位吗？对，一样的。一樣的哦，都是沙皮粥會嗎棕色嘿嘿嘿，因為你們這個三千妞該下就現白過嗎？有，好，冇必到香嗎？有哦，你也煮牛有通過吼，就白過。通過當白過，白過。他們這道料理就是拜之後吃都得做的料理。哦，像你煮個回鍋肉咁樣有沒有？對了，他家炒牛嘅啊，该不會是快好了吧？喂，好咧係啊。快好了，剩下你的秘密武器，加加工了，好我一看，太低温了。水果240，你係中温哦，哦，240只叫啊，嘿，240。哎，总不是穷，第六走改这个哈姆啊，哎，他们也可以表狗吗？这个也可以表吗？對啊，你看佢哋咪是係度個邊嘅啊，係啊。如果你们要追求健康的人生，请选红队。的确蛮健康的啊。哎，这黑曼你用含几年不卡回传堂的吗？嘿嘿，张曼妮嘿，他家开餐厅，我就是去他们家吃饭的。为嘛个菜汤？董后生，而且整个丰原董兄自助给点黑哈嘎传堂，哦，客家會客超家菜好吃，客家菜哦。而且给传堂底度还有免费的咖啡做的饮，如果要吃健康的话，叫先生冻不住啊。真嘅。啊，今年冇來哦。冇來啊。冇來。而且给老公妹懂会啉酒。那一次我们有懂不冲喝果，了，对，冲果了。哦，哎，怎麼感覺筍乾係最尾漲了一表？係啊係。為什麼是最後放啊因？為我哋要10個咧，要10個咧要10個，所以唔聽師講你係較滿鹹，啊聽解冇雜。我調咪嘛，哦，你有買個東西？ tell you，哎呀，我想要一點水。乜解？水係啊，好水。水。嗯，看到嗎？為什麼要加水嘞？哎，太乾了，太乾了，怕炒焦了。不過佢係筍乾呢。他現在不乾了，哦，韓為嘛解？行我乜解？呼叫滾來嗎？咪計梅頭，我看不太好。呢個大佬係醬料嚟邊嗎？啊，對，你們的沙茶啊，唔記得咧。哎，等一下，嘿啊，最後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哦，器，兩片都有秘密武器哦。該不會是干貝跟沙茶的對決吧？哎，對，其實這基隆沙吼，兩片準備嘅食材就差唔多。好，你看你好。好好。啊，今天請乜嘅東西？哦，試吃。好，試吃係啊。哦，機會讓給你。我餵給這兩位師傅。這絕對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。來，有秘密武器嗎？秘密武器加嗎？加咧嗎？下去加咧啊！加咧。對，貴完啦，不用謝謝。他們在家裡還有用。張嘅啊！哎，你用嗎？今年就係上衣哦。用上衣。來，是不想給你餵啊，不是不想吃大姐的。那你冇法度俾佢意見你叫他啊？吃根本就不我比較喜歡重口味。重口味。剛剛你們加了鹽巴，應該就獨頭嘞。哦，你有秘密武器嗎？秘密武器加嗎？加咧嗎？下去加咧啊！加咧。對，貴完啦，不用謝謝。他們在家裡還有用，誇張嘅啊！家裡還要用他跟我啊。說這很貴呢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差唔多咧哈。 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係吃吃看下體育館底度哪一部卡米西較好食咧？哇！兩個拿順過來邊翻呢？誒，兩家一個係做仔嘅，一個做黑粉呢。來吃吃看啊！哦，好香哦！都香哎，而且还懂好吃做笋，来吃吃看哦。
然后是的，懂车，好吃，好吃。哎，冻起呢。你是不是喜欢吃那个酥肉？对，我猜他喜欢。笋干，加木米，还有最尾加那个哈姆。对。哦，你用啥感覺要好食嗎？好吃，好食。冲掉咩？服务员老边溜做顺，后生呢？塞州管没讲后生呢。好，换吃蓝队了。来，它就3青肉，什麼？實來食哦。耶！啊，真的。哦。好吃。懂拉咪。假使你冇講哦，冇看過你做，還以為這種是辣筍乾的，吃加落去炒哎，好入味哦。怎么办？两家都好强哦。那都Saki极度有助攻吗？有啊。也是放这么多 XO 酱下去。对啊。好好哦。真材实料。小 K 姐跟还就講哦，這個還有加什麼？蒜苗，因為培加3青肉。好生嘞。好，英格黑东南的评审啦，唔过呢，上到件事情就搞本评审欣赏，先向齐师傅抢本分数。耶！于一陪我买就很心美。呀，6、4、5，又上到。好，齐师傅抢公平。好，两片都做得不错，因为俩是炒到样板嘅，加笋干你冇炒到合入味。啊，佢又加哈姆，然后加素排骨鸡的味道又炒出来。啊，俩还蘸差一点的是嚟讲，佢加猪肉，一最尾有韩国是加猪肉油啊，韩国就去煸到拆掉，佢加下香啊。把它的油都逼出来。是正常的安用。陆师傅嘞，因为用咧后期嘅又配到咧干贝酱，然后香菇有咧香味啊，是正常。伊是咧荤食啊，所以有肉味啊，有咧干贝味道，还有层次啊。虽然了后的味道未意好，还是实在的因吼，袂应该袂冻中去，然后是正常两片，加会吹了咯，风味冇强咯，还有两片，然后好，都懂3掉啦。用在Saki出来嘅厨师，全部一听係懂厉害嘅啊！嗰時候今日一聽係南屏晚中誒，唔怕，先來休息下，看下今日盧師傅帶來4個料理係乜嘅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日看下盧師傅來帶本大家料理係乜嘅咧？麻辣笋乾雞肉絲盤煎。上做呀，饲養因上做壽司的鳳絲養因。哎，你要先介紹那邊的，還是介紹那邊？兩片哦，兩道先是啊，有咧筍乾嘛哈，還有準備咧麻辣醬，還有咧雞肉，咧還有蝦魚煮啊，咧是又準備好咧醋飯，然後海苔啊，咧地杯頂還有爆的東西養因。爆的東西就咧要圈出來嘛。蒜呢？蒜苗，這個是魚卵，還有咧七味粉，還有咧小豆苗裝飾的。好，先會做乜嘅？先會炒下咧麻辣醬。哦，醬要炒香。一般來講，所有的醬料都會先炒過嗎？因為好香，係像佢呢度要用到咧 XO 醬啦、沙茶醬咧，未做咧先係炒過，因為香味會照出來。海佛炒嗎？石佛，但是咧，嗌你冇去浪未做咧先開大火。哦。香嘅味道就出來咧，香嘅味道就出來咧。像另一種就係麻辣吼，會加湯麼？哦，等下用啲湯啊，調油，大個類，啲湯，拍嘅胡椒粉，對。謝謝月春姐。楊英子做在啲就米酒。哇！哦，可以哦。那再加一點水就可以煮火鍋了吧？對啊，香哦。可以幫我放鴨血嗎？沒做在二秋條腐嗎？可以哦，哎呦，可以。哦，你咧將冰下來，直接是在冰下來。還有啲雞肉咪浪是冰下去，即係貴片哦，香布肉，就跳的本去浪水下去煮尾滾樣子好咧，煮尾滾嘟好熟，就再讓佢爆魚試樣嘅，係時間的關係，我想要準備好咧啦，我想要準備好咧，應該讓我準備好。好嚟，
所以这样做的色的咯。系了做一些我吃吃看哦一点点辣辣的哦，嘿。哦，然后纳豆两片。嗯，好好吃嘞！特色在睇下吃吃看呐，哦，会回甘呢。还有点麻辣的辣辣的味道，麻辣口味嘿，麻辣口可以味。跟你们刚刚那个比哦。不一样哈。好强人的风味哈。好吃。等下醋饭系用咩落去做啊？喷煮好烧烧的时间是不用点个顺时，会先挑，不用啲啲燃，不用啲啲汤，好，不用啲个梅话梅，不用先浸过，哎，不用先浸过。好。哇，什么料理都会耶吼。包寿司要按到个盘哦。做这个时间你莫强太力勤哦，佢一盘了，总得不给勤到变体，就会面体，所以用两松诶，系用松过来。呀，一点点的鸡味粉，自己鸡味粉，哎，你弄吧，今年就喺上面哦。用上面哎，时太子有嘛问题，我来问哦。保鲜膜的用意系嘛？不给定型啊。哦，从做个花寿司啊，诶，从花寿司那变转来，盘系到膜背，所以花寿司，我来给变过来，诶，变过来，啊个爆开了，诶，变过来，啊，底背是看你诶中意的料。哇，哎，这懂拉咪耶吼，刚刚大概有吃到吗？有哦。我那个按到个笋干哦，跟那个海苔唔会软贴咯。唔会啊，唔会。遐在落雨的时节啦，起底效果轻轻的，本伊个酱料会轻出来。水分啦，嗯，佢包含冇走，哦，含冇湿湿那样冇用餐。啊，做乜介是另外向布料？都冇用啊，拄好会爆佢试一试样嘅啦。你要酸系是试一试咯。系啊系啊，嗰啲好碰牌子，好台式啊，诶，你要蒜苗吼，诶，蒜苗，还有味啲啲咧。剃头，有加个剃头、蒜味、花生，哦，压过的，嘿，有效果轻轻的。好，来咯，煎起来咯，记得咯，伊咧一开始先到料收起来，好收起来空地先全部数入去，然后会剃干加数。总得挑出嚟咯，轻轻的收，好收，好，收过来的时间哈，加上效果看一下，保鲜膜会拉起来，保鲜膜拉起来。这样好，不给烘，烘过去，煸过去，好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定型，好，定型，煸过来，定型，好，拉一下，拉不给烘，好，打开来推开一下，好来，煸过去，哇！把寿司溶样因，哦，哎，这个没有用到哎。个水妹会变冻到变到蛋糕样因，哎，样因是好嘞。好厉害！大家有看上色吗？有冇问题吗？所以你要有见证奇迹的吓，哎，见证奇迹的哈。好，西建又才高超哦！你这什么阿凡达系列啊？哎，步步高升。这是怀石料理的概念吗？料理。这个不用跟保鲜膜穷下剪哦。咁啊，等下嗰啲就要你好好吃的，好奉片啊，好奉片吃。我跟你讲，为了漂亮，跟挑个绕木哈，唔会，因为不用上去，好不好？你要干嘛？你有做乜噶？你在吃什么？哎，不，你你吃乜噶？哎，这用不用啊？透润呢？你听人咩讲合冇味道？哎，有味道哦。那除了这个五香粉啊，它外面还含走在干嘛嘅粉啊？呢啲海苔粉啊，冇食用啲馬兒啊，咧都要穿做得。虾卵未做得啦，虾卵未做得。虾卵未做得。等下是會用蝦卵。那個呢？魚子醬。沒做得。魚子醬未做得。嗯。我比較喜歡魚子醬。哇。以前那個表狀。哇，這太浮誇了，不像客家人的料理。我們就直接拿飯配筍乾吃了。台家就學過吼，這種花壽司用個做筍乾來做沒有？沒有哈，沒有。其實你這道菜居然都步步高升之後哎，你剛才那個菜名太難記了，我都忘記是什麼了。對。你以為代表我料到啦？好。要幹嘛？哎，我小心回來就不見了。我們是不是要靈芝啊？那是第兩個點解？點解？蝦卵是做得咧。有人要介紹這棵樹是什麼意思嗎？莫個造型亭，灰色亭啊。哇！畫龍點睛來嘞。行。哎呀，這怎麼好意思？紅隊一定要養好冇？拜託。好，我知道哦。
好，好，安那边有点呛色嘞，呛色。哇，你已经超过8分钟了。好，秀琪姐想要什么？你相信吗？你想什么？上吗？哦，要想你啊看。到蒙特嘞？安江啊，上讲好冇讲过，还考虑一下咧。考虑。哇！伊俩红麻辣笋干干肉4盘鸡。安阳就好食喽。简称它就是叫做噗噗狗神呐，哈呀，我来先来团团呐。哎，题目冇按简单就写嚟到啊。对，要考一下步步高升嘅意思係嘛解？誒，頭題即間咧係客家人啊，嚇。順應樂學放心足，5位運破18兩，係變做事情用反應啊，嚇。A 係順天應命。B 锲而不舍，可以哈。哦，顺诶，银币。要穷元旦的啦，順應樂學放心足，位好破18兩。你看看哦，假设他真的顺天应命哦，哈，他就变干啦。手艺的，猜拳。马上要剪刀石头布。等一下让你懂答案，先来剪刀石头布就好。秀琪姐，好来，剪刀。剪刀石头布呀！好，来，你来听一下。选 B， 拿去了。你可听射箭呢？哦。射箭呢？好 B， 佢就选 A B， 咯那就是做这些 A 咯。到底答案係？答案係 B。呢一句話的意思啊，即係講，阮因哋嘅夢想啊。是會喊好3萬而打拼，係锲而不捨。你要底位係唔係繞你自己的座右銘還差唔多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座右銘。必須暗自努力，才能在人前顯得輕鬆如意。我這樣 Q 你，有可以多分到一個嗎？來，一定要給他，一定要給他。拋進去以後咧，我們要向步走對嗎？你先好好再說吧。你有慢跑好。你懂得一下哈。有啊。很可愛啊。懂可愛。吃豆七感懂衰。它的全名叫可憐沒人愛，係嗎？我這樣 Q 你，有可以多分到一個嗎？有，來，一定要給他，一定要給他。好了，大家夾夾落去。好。哇，安好喏，哇，金球姐哦，那個笑容藏不住了。哦，走得心動了哦。來，秀琪姐唔怕哈，你看這個有一點點他們沒有夾乾淨的，等一下我們學該了哦。這怎麼好意思？是假是咯，哎，真緊動太亮，還有昨天分量上口的哦。對啊。我沒有想過，你還可以做筍乾啊。老幾人用家調嘅醬油膏，還有它太夠味了。真係濃餐的哈。它配到咧鐵條又脆脆，還有酸呢。真的很棒，就跟他按捏了，我吃這個我一樣胃口很開。好棒哦，那個2個我們吃掉好了。哎呀，還有2張嘛。啊，呢兩位姐姐，冇講哦。好的，懂好戲，懂好戲的。你看筍乾哈，因為佢用在那個算是麻辣乾飯哈來煮。那你吃到外面那個還有包着那個醋飯，對，其實都會有一點酸酸辣辣的感覺。對，真係濃餐的。其他已經長為乾膏，又該麻辣，又該唔到甜。現在都不開練習夠倆出吹。有啦，係啊。你突然讓我覺得很敬佩你耶，你盡量不要跟張摩千走太近，會降低你。真嘅。欲要人前怎樣？不是，必須暗自努力。然後呢？當一村又3萬來打表，才能在人前顯得輕鬆如意。真的，很厲害，敬佩。非常嘅讚表。好，唔過呢，頭前一畢業，馬上就來進行最杯米館挑戰嘍。
挨係太中譜，兩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才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啦，最後面一關又到係料理接力賽對戰嘅決勝負的我時候啦。夾到吼，哪一個順序吼？我先看一下題目。題目係嘛？題目係香菇、腐皮、煨、脆瓜。好，伯謙，你選為第幾棒？第幾棒？你直接先許願。你許願，我讓你達成。其實我覺得劉莎姐姐圈動厲害了，所以我就先做水妹好了。水妹擺攤的腐皮。那你抽抽看自己。抽抽看哦，他抽中了我們就直接頒獎，好不好？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好了，一聊了。好，王英，那你想第幾棒？我想要2跟3。哦，我也覺得姐姐很棒，我就負責第3棒就好哎。好，假設今天也提上來，就直接頒獎哦。好，直接頒獎咯。一、二、3，耶！好啦，你阿今年最後面一關香菇挑腐皮煮菜瓜。好，有準備嘅哈？有咧哈。大家都已經胸有成竹了，馬上就會進行挑戰嘍。好，最後面一關料理接力賽，同樣張伯謙已經站在第一棒嘅擂台了。我們也看到一個贏家就是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第一棒啊！我們來去給張伯謙一點鼓勵哈，主要是給他隊友一些安慰啦。現在做最簡單的，最簡單的，最簡單嘛噶，最簡單的，拋皮啊，拋皮啊！哎，拋皮其實哦，小心你的手講起來冇嘛簡單哦，係啊，你還要留的一點點，該留個部分哦，嗆嗆的哈，嗆嗆的，它的口感找得好厚啊。哎呦，弄定他了，真的是適合當主持人，係啊，因為他只會說而已。哦，等一下拋進去以後咧，我們要切香菇做對嗎？你先好好再說吧。切好手，切好，你有蠻好好，俾當等一下哈。有啊，對，而家看佢做出有乜嘅感想？很棒，很香哎，他都快哭了。你就恐講緊煮菜哦。我是好熱。好的，哦，所以佢自己知道咧，佢佢哎喲，哎表現咁講樣啊，很可愛啊。懂可愛衰，，吃到氣感懂衰。它的全名叫可憐沒人愛，係嗎？對啦。你怎麼會可憐？我們才可憐吧？對啊，他們才可憐對吧？啊，好，那我們這個是全部都要嗎？係啊，全部都係哈，哦，很多。時間真的快過完了。有時間的哦，夾夾哦哈。伯謙，你加油！教大家哈，但是因為買個凍河水嘅菜瓜哈，一定要買硬硬的。哎，我們的真的快很多。哎，你要偏好嘞呢？對呀。哦。我忘記菜名是什麼。香菇、腐皮、燴、脆瓜。啊，煮脆瓜。應該頭皮係走的啊，濕的啊。而家要蒲過嘅係嘛？計嘅腐浸皮，水浸過，浸水浸過的嘛。係要沾過啦，要沾。而家要香味。走的嘛哈。走嘅。我要生一手。我說睇下人家嘅脆瓜要先用嚟煎嗎？炒。炒炒係啊。老薑嘛，叫他炒啊。係所以不用香菇。係。好，等下當都做了，張伯謙在求救了。好，再準備改片啊。啦。哦。兩片的切法都冇空洞的哦。又係滾刀片。這個是張伯謙的主意嗎？係嘅嗎？呢個意思啊，都因為想講吼，滾豆吼，好夾熟，然後呢，它的那個燶吼，口感沒好厚。嗯。香啊，你看。有啦，叫金菇誒。係啦。啊，全部都要嗎？好啦好啦。後來嘅意思係我決定嗎？哎，給你決定，他是說做決定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其實還有凍多東西要切啦。哎呀，還有該不該調那伯謙還有很多要切。香菇，香菇啊，菇啊，菇啊，哎，你要切個菇哦，係用吧？對半，對吧？還有什麼咧？冇，叫人滾豆，滾豆吼，滾豆。我天啊！香菇咪做得切滾豆。係啦。哦，厲害哦！全部不用燙啦。
哎呦，安用分不出来诶。哎呦，你好懂爱咯。等一下马上来听一个。第二棒黑玛莎。好，3、2、1。是给的。第二棒哦，第二棒我玛莎。好，好，这样我们就放心多了。哎哦，差动动呢。那我们是一个实验组，一个对照组。哇！哎，什么该有弄？甜甜的切啦吧，甜甜的切哈。我会懂你哦。中个加那个菜瓜全合味啊。虽然菜瓜两下看起来抬渣哈，不过等一下它会缩一点点，所以我们是想说都是用滚刀的缝隙来填。嗯。哇，阿金会做灯哦。你懂也做灯啊。会做灯，大小一致呢。我挪牙了。我过去。好，那再讲开看了嘿。来天数喽。好，该做一边加甜草莓做的。哦，哎，你就会切滚刀，你就会切挑。嘿，我们两边形状全摸孔。摸孔了。我盘了吗？好吗？我咧盘子在边啊。哎有嘛？我都这就是沙手在做，阿姐。哦，好，一三音做停咯吼。我做油的吼。再倒落呀。好，倒吧。其他倒诶，那你得倒诶。好咧，那油不爱啊。油不用嘛。好，先表姜妈哦。嘿。哇，连姜妈全可以挑哦，全可以甜哦。丝瓜老姜嘛就是绝配啦。对。你对它就是第个香菇诶。有啊嘿，有香菇。人家讲煮菜瓜当多人煮个菜瓜稀饭嘛的，啊你只用找的菜。我没吃过呢。有很嘛当好吃咯。当甜吧。金菊姐，我发现我们两个交换一下位置，你站太斜了。难怪我觉得画面一直。对啊，第一个就拜。好，丁汉当都转来哦。好。哎呦，金菊姐杀手在走了。我们的战术是他们故意嘅，徐队长都在同舟了。搞反应。哎，马个徐队长在干谁呀？马家西姐，你要冰水落去。马家西姐，哎呦，加下都冰。加下啦，今下讲嘞。炒下。炒呀，炒香了样呀。这道料理的重点是什么？因为两片准备嘅食材哈，就是好像差别冇安排嘞。调味吗？还有腐皮的处理的风险。队长，面相的问题。队长八字重不重？他对队长。这梅头啦，香梅还有菜瓜跟食起来的甜度啊，还有菜冇菜样因。动作关键，动作关键，因为个题目是香菇、腐皮、菜瓜、丝瓜嘛，还有菜瓜，所以三家重甜真的有。而且啊，我发现一个重点了，有个字，题目里面有个会。这个糖机耶，玛莎偷偷哈嘎什么玛莎穿的。你们两个知道的是吗？很不会聊天。我发现一个重点了，有个字，题目里面有个会，那个会，是不是煮给缝些没就差别？对啊，所以很动作该关键。姐姐，你知道那个会那个字吗？知道。一个火字旁。对。该买的它好像是。刚才不安尼，不用安尼勾妹吗？对，好像这样偏离分，可是没有偏离分。没有偏离，没有偏离是你会用其他食材去想办法啦。今日袂做得安用英浓啊。香菇有啦，香菇一定有，放心了。它就菜瓜给出水，它的水也比较黏安用。没有香菇，好，香菇还有一好。月春姐，怎么给 Kenny 来嘞？要会啊，要会一下，会一下，会一下。有糖多呢吼，要等待，等待啊，腐皮冇下意哦，腐皮有，有啱啱冇不用按到啦。哦，在那时間你來打嘴鼓一下。哦，是的啦。今年過了好冇？當然都當好。當然都當好。服務員要特別客家人較少吼。係較少。較少。多講解閩南語的。啊，好咯哈。我都被同化了。東西講較多較。不過人家對他講嘅就係董事強啊。強，冇唔強，嘿。 3、2、1，好打開來咯！有調味嘛？
因为又不用一丝丝凉，啊，唔係要按時差不多啦，吼。嘿，啊，大家千都唔該咁幾咁多咯。我 OK， 我们这样后，我等到给浓变透明的时候好就做得嘞。哦，基本上嗰啲係已經 can 點嗎？对对对。哦，可能吼。嘿，啊，冇啥用啦。你哋下頂嘅需要，半夜攞一邊吼，強下配用一下感情啦，吼。哦，那就先過去款。那就孔改片好不哈。好？好。哎，我们好像也差不多了哦。哎，你表嘛改東西咧？誒，邊個金針菇？還有咧？金針菇嘅個湯咧，安尼個個呀。哦，牛按容易哦。然後挑梅的。啊，還有炒那個柑橘啊。哦，漂亮顏色。他想到，我在看香蕉嗎？哦，香蕉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哦。等下有試款哦。哦，還有幹嘛㗎？差不多的。哎，呼叫魂。有呼叫魂麼？應該總得，因為了解總香咩？用辦總。我呢，簡單的秘密武器是這個哈。哦。高山茶客家人煮菜館哦，現在因為全副用下去哦，等下全部別當講吼，用一類化喲。你係個糖機嘅，你係糖機嘅，磨米嘅，你有糖機耶？喂，嘿，那你不要試吃了，我都幫你準備好了。哦，哎，所以呢，攪攪是差唔多咧，係冇？差唔多咧。好，差唔多啱哦，啱啲大個過團呀，哦，哦，要注意哦啊。哎，来了是不是？来，我现在给你们看，顺便做一下教学部分。好。大姐刚莫讲啊，都考煮菜莫讲有啊。他说啊，家些妹就会爱煮菜，骂啥拖都，家些妹骂啥穿的。你們兩個取到的是嗎？哎，很不会聊天。好。可能會一絲絲嘿。不要老表單要買貴嘅。做些，哦，就看啊，又去田龍做些。有給我錢呢？會拉嚟。他都會傳錢。啊，不會傳錢。還要加什麼嗎？他們幹嘛改東西？他們幹嘛改？要當熟嘞哈。最幫你當然攞一些乾皮就好了，點綴。好。對。差不多咯。差不多咯。差不多嘞哈。我的差不多了。哎，你們的用嗎嘞？這裡有啊。可以的啊。我們差不多了。我先加一點點，等一下擺後溝用一些都當個。所以你要浸過水咧哈。對。哎呦，七祥多明點哦。冇話我講緊要浸水。門機要浸水個。愛呀唔愛。愛呀唔愛。愛唔啲啊。你睇片改片是講人多，你那邊是唔講咧。愛唔啲哦。有教呼叫符嗎？愛係冇教。幾講。因為我剛剛問，然後他們說，我不用，我覺得不用。我也覺得不用。跟菜瓜要添梅咧啊。有。所以做我們的家庭都會感激。所以按時差不多咧啊，差不多咧哦。不用講嘛都好。嘿。它那個味素嘛是唔得標。其實添梅是出來咧。好了，好了。好，重拍咧，擺盤咧，擺盤咧，我倒擺盤好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來試看吼，到底吼馬上係今日台中鋪咯。哇，這次料理冇簡單哦，而且呢，做的對按用簡單的菜色當中，味道讓廚師印象深刻，倆就會關鍵呢。先來試試看哪來，兩家都沒有加味素，都係甜點的米頭。試試看啦咯！我先嚟一套菜哦，我先選咪咪。好。哦，很甜哦。有甜嗎？有這。香菇香，菜瓜甜，豆腐皮沒香。俺是最佳。好吃。好吃。啊，凍好食。是強力熱氣哦，兩下飯爛脆的哦。好，攞起咯。很好聽呢。我們的咪咪好濃郁哦。還有個菜瓜哦，係馬沙泡的皮哦，喺外背料嘅，有杜河呢。馬沙係咁記得呢哦。好吃啊。還只有吃用飯，用鹹字。好吃啦，好吃啦。用嘅好食，
那看好吃要讲好吃。加了一个那个9层塔，特别味道。好，刘贵姐姐，给你2句话来自己自卖自夸一下。哦，我的秘密武器东乡。哎，秘密武器。菜瓜做的应用。哦，秀琪姐忙讲。哦。咱就不用个跳皮，用到食了就个口感拢好食，真的，脆脆的，讲到最后是你哎。好，计总的时间到嘞，马上先来抢起司夫降本分数。中国的爱哦，妈妈，你下看一下，撸准备撸4福。耶！我愿意扛起一切责任，所以讲吧。你是该扛起。然后那个吼，鸦片因为有符合嘅主题，嘅梅头补批到水挂，嘅梅头都要煮出来。啊，鸦片你要其实上梅头太强烈了，老嘅该梅头都压过去的，嘅该东西含不出来。啊，七师傅的冻好该小情小爱哦。啊，帮人家撸师傅。其实你看法长到，你虽然係講要用你係刺青仔，但是你係題目係香菇、腐皮來配你係菜瓜。尤其刺青仔梅頭傾過伊啲香菇啊、其他材料。虽然能冻香，但你阿道的梅头是很好淡顺样嘅，还有用你的水果切得香呢，吼，香浓，吼，还有吃来调感子，冇香浓，切到，水果切到冻好嘅意思啦，太死啦，係該切啦。OK， 唔怕唔怕，今日的比賽呢，太七甲、老七甲笨蛋拿出了最主要嘅。我们把最平凡的食材，把比做最占到嘅料理，兩組主動搶，唔過呢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菜機。多大的？恭喜恭喜！我咱翠吼，哎呦，萬一兩三換意了，多功能料理鍋，貴木順本一兩三。自細啊！所以到沙琪地都向下來煮菜哦。好，先來睇下金秋子，你阿伯參加嘅心得，老太下講一下。俺們係農民啦，吼，啊，俺嘛總喺度做耕田，啊，尤其是講，我是希望說大家都多多做我們在地的食材，多多在利用這樣。真的，對對對。金秋子講到你係當中央，一定要多多支持農民朋友，看看台灣的農民朋友產出一條好東西。對，沈夢怡，辛苦誒，最辛苦的農民。對，用韓記咧，老太家分享一下好嗎？謝謝一家之主這個節目給我們這個機會，讓我們窩社社區能夠來這裡表演一下，謝謝謝謝。感謝。動槍。今日表演凍河吼，然後幫人吼，我哋個熱春節吼，老大家講一下，今日參加就幹嘛嘅感想咯？基本熱度量啊，好個真多啦，啊，尤其是迄老師嘅個壽司啊，好好吃啊，好好吃，很讚。哎，你剛剛是什麼？後面有2片，我們2個一起。可惜啦，可惜。觀眾朋友係唔知啦，手機接老大家講一下，今日參加就買感想咯。真歡喜，咱今日有機會了，能參加一家之主的錄影，俾咱有一個表現的機會，好啦，恭喜恭喜！謝謝。好，今日當難得嘅機會，做者有強澤沙琪嘅朋友強下來了參加。朋友，睇次家都做一樣哦。而喺個沙琪嘅感情當開發，強下來報名，最主要一件事情，睇次家比賽呢，咩為了次家好，係為了沙琪做一本大家看得到。係啊，哦。今日吼，分享到嘅係翁社社區啦，假如還有哪邊嘅沙琪哦，當到吼煮出來嘅咬硬哦，大家來報名參加哦。冇錯。一家之主呢，就等等睇次家夾夾來報名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